谁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同我大嘴古典呢，係我久仰的啊！我報過幾多擺嘅新聞，唔過睇擺更多日本人嘅珍貴其他個分享。主持人，主持人你好，大家好。就像我頭度講嘅吼，如時從報道嘅新聞睇擺，睇擺更多日本人咯吼。韓國嘅我看資料能啲，其實真係個本但唔想港中。吼，本來唔係上去套建築哦。錯。吼，侬我想到愛上去套建築嘅喏。套建築呢一件事情吼，冇想過啦。吼，家下很濟嘅一種聯考吼，聯考。就了發聯了就就物個學校各種考題，叫做考職校吼，了職業學校用考試吼，就。反正安尼一家書嘛，冇讀到真好啦。就上會出去兩倍，都嘛該考試都容易考。就冇讀好都考到建築科吼，連建築科，就讓佢讀下伊安樣係。嗰個家下唔係講體派對建築有興趣，是係愛摩托同工種有關的就好誒。錯。無論乜嘅，只要跟農業沒關係就好咧。只要可以離開家。冇唔錯，唔家下係睇哪讀書，高中嘅時間。高中伫花蓮。行喺啲花蓮，你想我一步一步離開家安尼。錯。其實我哋一批差唔多就安尼。我哋家下咩？我填志願，我屏東嘛。填志願就是盡快睇台北。就希望離開都卡一樣也好。家下就會安尼想哦。今年呢，我哋有唱到整個其他個，就係我想時常看客家電視嘅人，也算講對農業有了解嘅人，如果啲整體個。就係花蓮玉里扛把子，如果農業其實算非常重要嘅中生代。我哋今日有唱到整體個，如果了解人25年來，做25年咧，一段期間嘅心得，韓國一條甘苦談，一條歌唱，同樣我哋呢用一個重要的物品，整體個帶來嘅，來同我哋分享一個故事，像小助理，帶來第一代看下。哇！一當佢有寫，唔係咪講係會角度割稻使用嘅。我想幾多年可能拍唔啲哦，現在都4年，係也都係無良。無良咩？無良。為什麼這個是你覺得愛上到愛帶俾人看重要嘅東西，也嘅會具有代表性咧？跳擺做生意咧，不卡就有總部的嘛，總部就安尼農耕人花蓮農耕人差不多種大家攏做，細家下該國母家下大家都會騰書嘛，騰書生意冇可能伫不卡了你也冇出去了一天。有一度嘅兄弟姊妹？該3屆，該有羅太羅妹，該當個還有兩隻叔伯阿哥，還有阿姐，所以該啲了陪生意咧。拄到兩農忙起都係台冇行家，大家攏會騰書。家行嘅記得是國校4年生還5年生，我哋讀天虹國母家下還冇當到了種機器國母機嘅，嗰種書角啦，搶東一角，我哋嘛騰下一角，我看嘅書，了書萬體嘅，了記書萬體，家下都係。做舞誒，做介舞跳安樣國舞，細間啲冇人教，你翻過安樣國舞，所以就國度咧，所以你技術就國度咧，叫做慢慢叫做唔會雜，國度緊啊，所以介舞咧，對我來講是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工具。你的噩夢，其實對，這隻手變形，就是因為都會記。都應洋蔥。洋蔥啊，加下香料啊，幾下就安樣加。慢啲有群醫生，後來去敲轉來嘛，冇群醫生哦，冇就安樣爆燈，該乜嘅，風藥水就來去過啊，冇放鹽就安樣，嘛當球場好加，估計速度撞都當撞安樣啊，係啊，所以我哋咪對我講是，記憶深刻，聽只講句。嗰時候家下嘅印象都係有危險，又會受傷，又會辛苦。
哦，难怪会想要逃离。哦，对，大家都冇想的地不开。哦，不过如果后来有因缘际会，就多转来卢卡。好，俺来来唱小助理，本俺来听一风，整太歌，我同俺来，从哎哦，啊，有机米，哦，也系糙米呢，吼，系糙米，也个都系贵卢卡，贵重要嘅。去做嘅，农会讲爱逃离嘛吼，农会贵到卢卡，港中嘅喏。你嘛系一只基因啦吼，我读建筑毕业，个讲毕业那个到那边咧读介台专吼，读建筑科建筑系嘅台专吼，个读书，就开始。学了种设计吼，那种东西，退伍毕业，就留伫了北部吼，那边做事，就建筑师事务所，就来上班。有正经，现在做。有，我都一路读建筑读毕业，考建筑师了，建设厅都变成个新地步吼，我都是讲，你细细到农村台，唔知。安尼有机会吼，嘛好多建筑，加农业还冇按发达吼。其实加下你要做去做农，你嘛唔知要做乜嘅，所以加下拄好做建筑吼，越做你就越有兴趣啦吼。我做好几年啦吼，退伍就开始做，做退我嘛就去营造厂的建设公司吼，那种相关的工作吼，大概都参与到，后来就我就准备考建筑师，就考试考2年啦吼。本我一家时间讲，我若加下25岁，我若考20年，我甲考到45岁，我若冇考到，一家干面我来做咧种田，加下。唔该啊，你想啊？我较早，我跳摆我计目山哟，本一家20年嘅机会伫路过吼。若考冇到，我就一家转去嘛吼，就考到，个时间嘛差不多，做咧中下，一家开只事务所，嘛做到生意，做咧照顾一家爸爸妈妈，几个不较安样上班吼，但是该考到第3年，87年，甲我爸爸吼，佢就做拄好学迄个台船的水饺啦吼。记到一个工程意外吼，记到带水工啊吼，带水工赶紧落水吼，记很怪水尾则差不多吼，当七尾则空的，叫卖个水工，个水工是你吼叫병水嘛，吼放片嘛吼，结果冇想到去下鱼，几下个屠杀，就几下 M 下来，叫做 M 多咧，我爸都被 M 多8点钟，才不能救起来，救起来。几下都看起来就是没有生命迹象吼，脚断脱，几骨头当到骨头，几下拢断脱啦吼，甲就想到，就心肝就冻干苦这个阿爸安样出意外安尼走来莫伫家孙边吼，老去疼书吼，心肝就冻干苦吼，所以。就甲医生嘛讲去复验啦吼，差不多还有台半年的时间啦，去甲就咧做有几天的吼，就开始咧做。一定会是诶。去选台湾动作就要做有几的农民啦吼，我就心里很挣扎吼，就常常吼，冇到上水肾病脱吼，让我跳架讲，我可能冇法度做咧上班，就做咧落去读书。唔靠你的一救，当救，不过心肝吼，当挣扎，挣扎一场的时间啦。每个是想吼，就不咱一家讲，一家家庭转来咧。唔记得人家哈做一个家庭，系第爸爸出意外过后一救，家庭也就变坏的。阿蒙，佢阿蒙出现。佢喺啲嘅大人間喺度決定嘅，因為佢當到時學因做，佢家下
一家做自产，个自产自销嘛吼，一家生产，一家销吼。所以佢刚好都建立都会合符的吼。所以佢俩当停单的东西一定要交本人的事。一定要有人来做。佢做事情都会当有信用啦吼，我爸爸佢就教大家讲，尤其佢家下得到家下是供应链。供应链一定是动就停单啊，佢供应有速度米啊，佢就特别教大家一定要，您停好的东西，一定要伫供应链送到您合符的时阵。佢个你系做生意的信用，那种到一件事情做下来。不久唔就係雖然掙扎，唔過唔就係啲，我就係會做一個家庭。兄弟姊妹咯，咁還有其他兄弟姊妹睇同阿爸聽書嚇。我老太佢嘛上班，啲銀行啦，上班。我老妹佢哋公家機關上班啦，所以佢就冇病睇，我就自家病。我常常自家，我各種病都冇連屋卡嚟嘛吼，因嘛算到19年嘅時間啦老妹老太佢等讀書用連屋卡讀書，所以佢都嘛動作啦。你剛才有想過，我應該不可能再回來建築了。有哦，我就冇留後路本一家，你看留後路本一家心會噗噗。你想你冇做好，我就個轉去，我就冇樣想，我就做唔得你事情做下去，都唔得冇做好，都一定要去做好。古時候咱會生產出安尼嘅有機米，也中間心路歷程可以，等下一定還有幾多可以分享嘅。我哋再來看，我哋下年嘅鄭太覺得，又係嘛嘅空拍機，佢做咧打開來，它是一個。也可以打開來。我會仲快咧。邊開就好咧。好，唔嚟打。你係該無人機嘅遙控啊，你係做攏當欠講，手機嘛強用，手機嘅講嗰比一般人得用農藥、用化學品嘅講還要多。欠講家下冇人好幫助，冇人好處理，冇人好賣批。你下我等就係用你植保機啦，遙控嘅植保機，記得代替安尼農民講會上勢啦，當作冇人講家下，我轉去家下嘛會使後生嘅田，家下當時我轉去昨天，家下冇機器冇多方便，所以各有一架車，有車國啊，國寶一架車，咧配料嘛一架車，一架賣，攏是手工人工安樣，到時你冇人工嘅，我哋就用你植保機，你植保機嘛你差唔多7-8年嘅事情停，你替代你人工嚟做事，我哋設定好，叫用幾多配料，賣幾多該微生物、微生菌要見做唔得賣農藥，叫做用微生菌來做病蟲害防治你設定好，叫做自家背，自家背上勢就做好咧。所以我哋天氣，我哋天比較完整啦較長咁樣我嗱一朝先2點鐘差唔多就咧做10甲嘅上勢。聽話你10甲可能要做5日1禮拜，人工。你下2點鐘、3點鐘你就做得做。要爭動到。嘿，真嘅咧，你係唔會曉得運用科技，你就會事半功倍安尼。嘿，古時候你如果引進鋪，提供更加清晰咧，可以同人聽書嘅，都拿來用安尼。還有鄭太哥還有幾多可以同人哋分享嘅？唔過我先試下茶，人哋聊一下，我繼續來打嘴鼓。好。我做農，你有愛比嘛解？我做按當然咧，你來教。當然呢種算是一種想法的衝突啦，想法的一個衝突所以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同我打嘴鼓嘅係來自花蓮永里嘅神農鄭貴琪大哥。我哋有看到
真太个怕鬼岛会种吼，鬼岛种虫，啊，安尼小老百姓吼，鬼好哪去了可能会亚给啦10大神农，吼，因为以前报道新闻，如果感觉讲非常难得到一天嘿，因为呀，如迄安尼台湾农业界嘅奥斯卡嘛，错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女主角安尼。啊，唔係106年嘅時間得到嘅，啊唔家下安尼係多年前啊87年，唔安尼係做19得到20年啦，20年，19年，哈。可是你會有放一個目標說我會得成農種哈？應該沒有吧？冇咧，冇想過。就家下推薦新新農種嘅該。推薦嘅吼，買農費啦，吼農費都簽啦，安尼做得，吼當然我看佢看到面向啦，你看到冇強調啦，佢咁多安尼做得，佢就安尼推薦，吼啊推薦以來一路啦，吼，到拍攝拍啲農民吼嘛要比賽啦，吼啊怎樣用就是才會出現啦。咁你得到嘅時間係乜嘅感覺啊？當然得到獎吼，心肝都感動啦，吼，很感動啦，就覺得，就把感到做農吼，很辛苦，當辛苦一件事情吼。我看到了做農嘅囡仔像，大家看到佢是社會較代產的吼，就是比較底層，就覺得是這樣子。啊，得獎以後。我感到到自家按樣本大家看到吼，就會覺得那個榮耀感，做農的榮耀感會由心而生。你喺某個時節開始感覺，我做一個農人其實蠻光榮的。應該是吼做有機農業呢件事情吼，你冇用藥嘅，冇農藥吼，然後發好配吼。其本人本一般認識到安尼自家種嘅東西，其實冇毒嘅吼，唔會傷害安尼自家嘅健康吼。啊，其他本多種咧掠到人咧感謝伊吼，家下嗰種感覺都完全冇共用啊。你還記得你第一擺得到嘅感謝係乜嘅時間嗎？很早期就有誒。係，家下我爸開始做。吼，佢就講到吼身體冇好嘅人，吼佢就特別咧買呢有機米來食，吼。你係忙家嘅時間，爸爸開始做，還係應該開始做嘅，係。啊，家下長啲，吼，爸爸就嗱講，兩張名嘅人吼，佢係用辦，佢就重啟，所以安尼米肯係做好，唔得本機要農藥去撈到吼，哦啊。要生時吼，記得嘛咪田法咧，打田法咧田米家佢個講，我馬沙，我都很用辦，身體冇好，先一啲米，我哋變到講，變到身體吼，你啊當健康咁樣吼，啊家燙到嗰種心肝吼，都感到講，你安尼做啲農，啲有機農，啲嘅事情吼，一定會好下去做，吼，記得做得吼，是多安好嘅東西咁樣。哇！一開始你就談到安尼嘅感謝，應該就很有動力吼。不過你其實算個後生，27歲係咪？歸去講，你都會帶領一群三小班，吼啊！大部分人就唔給阿爸、阿公嘅皮嘅人咧，我來帶頭，家下一天讀到幾多困難吼？讀轉去吼，27歲，當後生，啊了村莊冇嘛個後生人，啊你到了三小班了就半年吼，嗰度阿叔阿伯，甚至他就喺阿公嚟叔公了都有。係啊，一個小鬼頭嚟帶矮人。啊，當然都會想過啊，你啲生意呢，吼，我做農，你兩個比嘛個，吼，我做按當然嘅，好你嚟搞吼。啊，當然呢種算是一種想法的衝突啦，想法的一個衝突吼，冇共用，吼，你攞去配做農，到底下
你遐沙费，然后掠市场上的东西一定无强用。然后你掠法规的做东西无强用，我拄好都会去到掠结等的档案啦吼，啊就改良厂就研政府，就政府的法令的下来，新的算是技术啊，新的做法吼，两半种去下来，啊了到农民每天去趟的落去啊。佢就讲爱做拢做按多年，安尼做好做亚生面嘞，爱做嘛改。错啊，当然爱都会去伫档案了，甲咱来算沟通啦，算沟通，来讲俩事情，用办来执行啦，但是模糊好，没有好的效果啦，个效果模糊啦。啊，每样都上好，也等若冇相信、冇信任，那就做不你看，当到方法有机器的做法，冇强用的该无的品种，用办种卡买钞票，用办用配料用几多，那就做本给来看，了到安尼的时态农人家佢就会用不住看，你若做成功，佢就会慢慢等你做。当然你有以下改变家等那是当然的事情。撞到冇拄好就会一拍两瞪眼觉得很不理解都变面嘞，对变面嘞。不过其实对你嘅难处咩系，唔咩忙实做过，唔咩唔知结果咁样嘞。都变那讲唔去个先生养，俺咩做可能，因为唔家下应该也会，其实俺唔知做咁样嘞。不过俺上心，安尼做会个好，俺都吃做可能。做落好诶，能愈来越睇。唔咁有也过长有，唔知个做诶咩失败诶哈？有啊，个失败嘛当多啊。不过无安样改变是平常时得到给咱强下伫该做，用给咱方法来做，上都唔错。又钓素材是冇嘛个拄好诶啦结果我是冲冲无会太好，重心太好，然后了种幅度的理论。新的方法，我们要去接起来，结合起来，来改变的做法。所以我要做实验，加上俺们嘛该弄地，但是又做个小可的，有去做研究来好。唔家下冇嘛个资源，係用嚟提供下嘅屯马研好。刚好刚好就那个有上了我还会一些网络了所以要袂去。学校了到学校家阵看又嘛个开课来看，来看，家就会去讨。还有资源啊呢？还有改良厂，改良厂然后就开课，家就会送。那一般了到农民冇都系农费，hem家係开费几张减免去，安尼冇强安尼是自家开袂罚钱啦主动去罚钱去学。错系。刚刚其实爸爸一开始成立就已经係有機米產銷班嘞。錯。不過大家可能還冇做到按純粹。錯。倡議等於先去營造理想當中嘅有機米應該用嘞，其他人還得觀望。錯。觀望誒失眠。錯。哇，所以要很忍得住寂寞呢還好啦。好的就不卡又不用。支持啊！睇到人向下做啊！咁而家下睇先，因為像一啲人睇大標，難免會感覺講會有質疑自己嘅時間嘛，會啊！唔講有嗰種，我係咩行錯路誒？我係表現冇，有安尼嘅想法過冇？你啊，行到家下你感到個低潮嘅時間還有腦部當到問題發生，當然你自家心慣都會想講，你哋做錯冇還有你拄到個市場你買冇出去，冇你都係本隔壁嘅天畫到農藥，你嘅東西你就做唔得賣出去。哇！賣唔出去，你本應檢驗到就農藥，佢就做唔得啦。電腦該驗證單位啊，政府單位都會讓你會讓你查嘛，會幫你來做一些釐清驗證對了到較老的農民來講佢陣就係
心肝都会动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做铁做啊多年，用办个做有机冇用药的本配声音是目刀哦，结果安尼一个当场该做车强用吼，做反应强用，本伊差到安样吼。哦，甲就拄到了种事情吼，了是台湾的贵下环境的问题啦吼，并未讲单一的问题啦吼，所以刚好呢拄到吼，嘛当到我爸阿伯啦，了着吼就讲，我吼了条路就莫走下去。当然甲他心肝嘛会想讲，了条路按像行下去。你阿爸路又安尼想哦？伊嘛莫想可能安尼做按辛苦啦，伊嘛又安样想。连爸爸路感觉18块唔下伊诶，拢会按辛苦安尼。错，尤其了条当辛苦啦。甘苦谈，好像一直都是苦的部分哈。等一下我们来谈点甘的部分。哦，整太公很深哈茶，我哋等下过来讲。好，谢问你。什么？有机米线做，做到行烟嘞。哦，我就让阿爸讲，为安尼就贵心全部做有机。你爱抬跳、猛跳的，吼，上头安样，吼。本身了地天吼。本来了地天是种无的，伊按当然咯，是讲3-4十年去就种天吼，种水天，啊种水天就搭档去种水，吼，去水吼对奶质就无好，啊去台下吼嘛袂少该嘛该离底层吼，啊去除啊种有机吼去除嘛袂动吼，啊个等就底下做轮草就一起水天，吼种无的，啊一起种条的，吼。跳起就灶天，吼，伊就唔是平水，啊，样做吼，佢会平变冲海吼，去平冲海就袂较少。啊，你看到吼，佢就会树咧吼，啊，跳起就会几啊灶脱，灶就安样吼，站做在树吼，啊，佢会平冲海就袂较少。吼，对你地天来讲啦，吼，慢慢咧，佢然后种起来，啊，你啊天，你奶毒的cái有机质吼，佢就会较好。啊，你水旱轮作吼，佢的过程吼。你就冲起係水嘅草，吼，佢就會較少。啊，種條嘅叫冲起會走嘅草，吼，你種無嘅啦，吼，佢冲起會走嘅草，佢就會較多，吼，所以佢按輪流咧做咯，吼，佢會對奶毒嘅個體力啦，吼，應用會較好。啊，種條嘅吼，佢係很多固碳作物哦，固碳嘅作物吼，啊，佢嘅根吼。佢根底部就該跟流菌吼，佢會到空氣中的水，到天地的水吼變淡水吼，所以我哋種掠起的條的結束，我下起的種無的吼，我做得減1/3的尿素、氮素的使用量，哦，所以輪草對我哋做有機來講是最重要的。啊，條牌安樣做吼，我冇兩種方法嚟做吼，了咗熟包，佢唔知安樣做法。啊，當時我改樣吼，記得嘛當冇願意吼，伊改啦，感到當麻煩吼，嘛冇經驗吼，冇信心。啊，每樣安尼做吼，結果你種漢做吼，去做得較成功吼，唔是講聽到水天樣，聽到個時期吼，因對等做吼，啊，結果你啊政府吼，啊對你啊安尼個。糧食自主哈，糧食吼，安尼推辦糧食是較重要的吼，嘛要補助，啊要重要咧，安尼嘅數量吼，嘛唔會比一般種水現在少，所以你要吼，安尼大家要半年吼嘛，等等的要強下樣對種。我們的碾米廠在這邊啦，那邊是做肥料的啦。安尼米嘅品種，米吼品種800種，哦，每個品種嘅米攏有，叫做當好種嘅，但是冇好食；叫做好食嘅米冇好種，哦。但是你時常當然叫食好米啊，食到米好食，佢就會通意讓伊賣啊，吼，就很讓伊賣啊。
各行都上道吼，我嘛以始终当家族的品种吼，不加等意见吼，加点品种，啊，就见到一张吼，跟米的香米吼，是当好食当 Q 吼，当 Q 吼，啊，掠市场就当接受，啊，不过掠到农民吼，佢一生因吼种一只品种，你要很去问品种，无按给蛋。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同大家做顾嘅係來自花蓮玉里嘅鄭貴琪大哥，伊頭都講到伊嘅有機產業做來有按到乜嘅個苦嘅地方吼，伊面搶上路地，唔過如果有決心，而去做好，韓國應開發無同樣嘅產品啊，就是頭都冇講到，鄭大哥除了有嘅有機米嘅產銷班，唔係有優惠嘅產銷班。吼，如係亞兩種，如係主要嘅組分，韓國人更加看到如係優惠嘅相關嘅產品。咁唔同人講一下好冇？因為看起來幾好食呢，有啲我比嘢硬多嘅哦。哇！好來，乾杯！乾杯！耶！硬要碰杯啊！好多謝，也同優惠有關，好，我食看下。有。好食呢。好啉冇？好食呢。也係新開發的，還係已經做廿年的。也做幾年嘞。吼。優惠嘅酒。哦。麥酒。吼。家下就係想講。因為愛多做其他嘅相關產品係咪？因為係咪睇假設遲嘅優惠都係半夜班，那我是半夜班。其實而咩平常就有嘅水果嘛，錯嗰種如果想家會有幾多嘅買唔出去嘅，會囤積嘅時間係咪？東東樣。係一路嚟亂咧，一向都這樣嘛？然後。本單呢件事情就優惠啦吼，其實從優惠從無嘅吼，從了農業吼，嘛係愛講吼，佇新竹辦過去玉里，吼開始長有種了這種種地，就優惠啦，無嘅攏是愛講開始種嘅，所以愛佇花蓮客家語算第三台，吼第三台咧種了吼，我愛講就開始種了優惠，種了優惠家下。馬條推那麼油的凍河價，反正都收河價是凍河，價是凍河，也都看到做農種油的做得存到錢吼，愛講就開始到了到用你的農民吼，同愛啲了東風的農民吼，俺東風該為所吼，佇花蓮了海岸山嘛，用你的凍片啦吼，伊了奶吼較霧。奶質較好，排水動力，所以去種油的魚咯，佢品質當好，我講就開始種，開始種啊！嗱，你到農民，伊到農民嚟天然幾下種，你差唔多種開始一幾年吼，價錢攏當好，結果越種越多，越種越多，推翻當到地方嘛，就要種油的咧，種到吼，大擺食到油的就撈半夜辦有關係。半夜辦到拍爐ก็有關係，拍爐是油的做得早嘅時間嘛吼，所以你若拍爐到拍爐就做得早油的，那半夜辦的時間到拍爐太缺，個油的就差唔多賣不出去。半夜辦應該是油的嘛，阮但吼當奇怪，佢都會白批，批白天，問地袂該肉吼，等於說當多講嘛，當個新聞的當講都冇好。都冇好賣，個新本就當過。每個吼都南河一隻個朋友吼，佢就來講倆油的皮做咧做嘛，佢就試做，佢講喺度可以翻嚟做倆油的皮，結果你下賣到當好，大家都會種油的個好嘅油的吼，都倆算是那個 A 級品啦，佢就做咧。
去实冲去卖。啊，你若小可较大粒，啊，毋过个表皮要冻浆吼，就做在那里做加工，吼，叫凤米的冻好。啊，就迄个，嘿对了，也就迄油的皮，嘿油的皮。哦，直接是皮做的。你做在试看看。好。我是毛水燕，是不是？好香呢。嘿，又油的冻香的米吼，佮做了油的皮面，该呛呛的皮挺吼，佮还有底部了拍拍的，该安尼下发讲，嘿浓嘿浓啦吼。啊，是在长又 QQ， 又会有胶质啊吼，人家是都在冻好，所以了油的就做在利用吼，做加工。啊，了就贵烟，吼，都做在适当。伊可是讲做油机米，就同时没做油的哈。无同时啊，吼，都会油机米先做，做到行烟的，哦，我阿爸讲，为安尼就贵心全部做油机，吼，莫讲你米做油的，安尼。做油机的，你油的有沙油的，安尼冇好，我就全部都改油。但它永远油机油的哈。冇，安尼开始，点点的吼。哇！可是有机米的知识可以用它油的哈，它有完全通吗？应该没有吧。基本上哈，基本是相通啦。但是油的糯米当然机。我读多的问题，冇用啊，冇用。我说唔油的引起好，把钱好，伊给问题。哦，而且因为某批人做，唔会读多的问题，很多都是你自己要去试诶。真正还会引起上盘法哈，做各种的东西，像俺们做好，它放在食物旁边，但不要想错哈。也个系路的相关的东西。也系嘛个。那个是燃料棒。燃料棒。牛丝也可以当燃料，但我现在手上这个应该不是吧？也该也嘛该。它是稻草。无管。还无管，无管。看到我做出安尼燃料棒出来呢。你还是安样吼，安尼种无诶，不管你是油机还一般的吼，你还无管唔得烧。就是不能烧稻草，你烧无管吼，我就。新闻以前不是看到高速公路上还有特色。错，我就勘察安全的问题，还有你要制造空气污染的，制造二氧化碳。不过你也无管冇那个烧它，你对天候你要连做下去又上无的，对农民来讲是一桩问题啊。伊个无管吼。伊浸水天候吼，伊会造成那个二次的发酵。你下政府为了改建吼，连农民的问题啊吼，因为吼，我等做有机吼，连有机品嘛一家做，所以我等就了到的食品吼，来做了到东西吼，所以政府看到了问题了，看是不是你也可以使到了无管。我睇无管那个水落，水落来做成就是压缩啦粉脆压缩做成燃料棒，做得代替你了该配国有冇用的秋油它可以造成一烧个下就造成热能嘛叫做做得烧，所以要就像火炭安尼，按像火炭就会火炭的功能。错，唔过就归反驳。既然用做起来一般用安尼烧起来差不多1-2百土就拿嚟嘛但是今时佢掠几做安样起来佢做得烧到800人土，温度都高。还有那个也个这是米糠，也米糠，嘿，个红诶，红诶，哎呀，系拿来做嘛个？你爱米除了红诶挑把你弄甲细甲放喺当柜，用卖落有冇安尼做得落个放汁不样诶啉去当饮用嘛佢诶米诶个胚芽有冇贵下啲个米糠去当饮用。其实你下了东西我哋就拿来做个安尼防治病虫害、个微生物菌的介质
本地的鸡蛋吼变到遐那好吼，啊，了都是一种好的利用。路边呢以前可能无爱有鸡蛋的东西，不过可以做韩国好的利用。错。韩国有价钱安尼。哦，哇！你这件如果印象办法呢吼，上海屯农业做到因为用好安尼。就想到做得用的东西吼，尽量让它变到较好，鸡蛋的东西都用啦，莫你挑剔当摸菜。好，刚刚呢，都先试一下马酒，等下呢，看下先整泰国一带来嘛个对如果有意义的一套菜。好，刚刚聊一下，好，来先试一下酒。好，谢谢。乾杯！啊，你啊，哥哥甲当主的食法，拢是即个妈妈阿妹家恁不较做好，吼煮好开天孙，本了着讲的吼做讲的饮食嘛。接来做客欢迎来了，我哋今日嘅来宾係來自花蓮用里嘅整個期泰國，初初呢整泰國分享到伊個好食嘅柚嘅做嘅麥酒嗬，更加呢還有個柚嘅皮嘅冷搭，個好食到，假使大家有機會去嘗一下，嗬可以聽，用路可以聽錯哦，係啊，還有呢也有其他人呢，如果請整泰國帶來，感覺對伊來講，佢有意義嘅特別的一出菜，我哋請小助理問本我哋。好來，我先拿。雖然看起來有點西方的感覺，而且都嗰種西洋料理，不過也係菜脯卵哈。你菜脯卵。那麼偷按，我覺得每次挑到很長名的料理都是。版色嘅記憶，童年回憶，係冇？做啲試看看啦。試看啦。試看看。好，看下有到你嘅標準冇？冇做哦，白做啊，冇做哦。菜脯卵吼，是呢客家庭吼，一種普遍的東西。一種簡單，菜脯就係菜條，安尼冷天，菜條較好，會煮魚落去搓到該大。反正呢，盧卡就有種，冇歹咧。安尼做攏較細較好，嘛個東西會食的啦，會用的，攏個自家種啊，種菜啊，種水條那種東西吼。反正人都在種的一道東西啊，種水田，種蘿蔔咧。香雞，香雞就鴨嘅，所以你一條卵攏自家香嘅，自家菜脯卵是用辦講，大概安尼啦，像你下熱天，煮割鍋，10天，家下冇買個盆包嘛，安尼割鍋加當煮嘅食法，攏係自家媽媽阿妹家恁不較做好。煮好開天孫，本了着講的吼做講的飲食嘛。菜脯卵都一定係家下當好的最好的一道菜啦吼。所以菜脯卵對我來講吼，佢當對你下家庭而是都當簡單，但是我感到佢做愛食到你下，其實當重要的東西。嗰種唔冇嗰種食到會味安嘅。唔會。明日食滷做得，咁你自家會煮菜冇？小可的啦。大部分係食係本樣煮。咁安尼講中，我感覺頭都廿擺講到爸爸，爸爸講做誒，比如講我過年誒，我教課就一定要教本年，安尼應該要做嘅事情就要做好來。我感覺嗰種爸爸對你影響幾大嗬。我爸爸吼，當然影響俺動態啊。做生意咧吼，我想睇下客家人吼，傳統嘅客家人當囝切家嘅爸爸啦，冇嘛睇到那個講法。你爸爸係嗰種個娘嘅人嚇？係。嚴格吼，當嚴格。會打死人嘅冇？唔會。所以我哋細細袂驚吼。佢。凡說係乖嘅，還係
蛮皮的声音嘞。细细当然嘛蛮皮啊。哦，自从我本人收的咩，哦，故说要讲个爸爸。系啊，伊要求该在做事情哦，都做到好，一挑一挑哦，他做事情是很有条理的哦。伊就迄唔单枪讲，伊含身教吼，伊自家就安尼做。吼，甲妈妈咯，妈妈对你嘅影响係咁咧。俺妈妈吼，俺妈妈系喉咙音，吼，所以佢嫁过嚟客家家庭吼。哦，妈妈喉咙音哦。嘿，佢大啲佢嘛当袂讲客，吼。啊，自细佢嘛啲嗰啲客家人嘅大家庭吼，就是父系社会啦，吼，阿公、爸爸咱闽语讲法，吼，拢有汤家等的，啊，所以佢嫁过嚟吼，佢就当照顾嗰等，尤其我妈妈吼，不卡上水动动，好，又伤心吼，佢当关心嗰等我们的未来啦，所以佢卡袂吼，送嗰等读书，吼，喺嗰等好好读书，吼，啊，又伤心上水做到较甜吼，佢也嘛袂到。也着不卡人讲，喺嗰等莫做安多事情，吼，无为到嗰等去，所以佢不卡实咧，做嘅吼衫啦、食饭啦，吼，拢係媽媽哋嘅處理吼，啊，佢無為着嗰等嘅教育，吼，花當多心，你也常常吼，今日佢花多心，嗰等嘛冇好好地嘅讀啊。因為人哋咧送一批人，其實人哋一批我想，想要離開盧卡嘅演也好，其實斯坦人沒有講過。能冇太愛種田，吼，其實應該沒有安尼想，吼。時態冇安樣想啦，吼，冇種田佢都感到冇乜嘅出路啦。但是你要所有嘅爸爸媽媽攏希望自家嘅生意呢，吼，做呢自家，皮體順係安尼。咁個做乜嘅就係一個問題啦。而家嘅目標係乜嘅？呀。退休啊！真係假？我退休啊！唔可以有人退休上嚟，我退休啊！開玩笑啦哈！你的目標是做農的人越來越多，做有機越來越多哈。那現實的東西就越多。啊，你其實我的目標就係你要用辦到有機農產品哦，你變到加工品哦，就是做加工品，把農產品。把它變成加工品，去延伸它的產品的生命週期。所以我哋聊下嘛，就開始也做有機食品的加工。啊，當然聊到農業吼，都會難會一件事情啦。那真的有在打算退休嗎？那係就後生去接書，啊，當然做得慢慢。並不簡單啦。我看韓國做哦，我繼續帶頭哦。今日感謝鄭太哥嘅分享，多謝。好，繼續食吹不亂。我繼續吃的哦。其實弄得還蠻好吃的呢，很好吃啊，還不錯。